后来乡亲啊，搁来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世界12强棒球赛，代表台湾的中华台北队拿下第1胜。中华队昨以6-1来打败着波多黎各。总教练洪一中伫赛后的记者会讲，这个关键是投手江小庆表现稳定，互打线会当放心来打击。加上这个波多黎各有胜哦，甲这个比数来扭开。因暗要战委内瑞拉，嘛尽全力讲出着好成绩。比赛结束，中华队是以6-1打败波多黎各，全场球迷拢站起来欢呼，有是炸国旗，有甲国旗画伫面上，大家拢非常欢喜。带我去东京！第一场就赢，明天跟后天都会赢。伫这场带领中华队伫第1局就讲出2分全垒打的能力，谦虚的讲：这个不是在我自己想要设定的目标里面，那我只是想要把球击响嘛，那也要往反方向攻击。那今天可能也是因为风势关系嘛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结果。第1场表现比平优质先发的江小庆，伫第6局卡腿救筋，好在在嘛稳掉状况。对，到了第6局，自己的小腿有出现微微抽筋的状态。所以自己也是很努力在完成那一局的。赢球虽然欢喜，不过总教练洪一中犹原唔敢大意，尤其是这场中华队只有出现4支安打，也个需要调整。这种比赛，你说虽然你有勤收，你要完全掌握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这个东西，3、4、5棒中心打线没有说发挥得很好。当然，我们回去会跟打击教练稍微再研究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比赛第1场拍赢，离东京奥运又搁再进一步。今晚第2节对上委内瑞拉，中华队总教练洪一中嘛是唔敢大意。当然了，今天赢球他很高兴嘛，那一下子高兴，一下子就要想到明天的比赛，当然就又开始在看明天要怎么去面对明天的赛制，所以那个表情有时忧有时快乐。